三杰下午好啊！哎，小耀下午好。今天好像蛮冷的哦。好了。0857下午好啊！对啊，今天早起来就觉得蛮冷的感觉。你就后来看一下温度，好像20度上下。对啊，雨停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啊，毛毛雨，蛮冷的。对啊，你们住那个三峡莺歌的，应该会感受更明显吧？尤其是那个三姐是住林口啊，不是感受很明显。应该比平地还要冷吧？那边应该比平地低个1-2度啊，有没有？那个，对，穿薄，外面如果骑个摩托车，有没有穿薄外套可能还不够。巴德没有雨，现在板桥、台北这一带也没什么雨啊，就一点点啊，一滴滴啊，一滴滴的那个雨水而已。那地都干的啊，干的。早上还有下雨啊，它中午也有一点点。可是那个比较中厚的外套都拿去洗啊。我觉得应该穿个长袖，然后再穿个外套。应该差不多吧。因为我的厚外套都拿去洗了，都洗完收好了，也只剩下薄外套、运动外套那种的还可以。又拿出来穿了，那是不是要再洗一次？然后我这个人就怕麻烦，你知道吗？没有啦，运动外套还可以拿出来穿啊，运动外套。885下午好，有一个说法说到端午前长袖衣服都不要收，有啦，早期有这个说法说，那个要到端午节过后才真的热。但是现在，你看那是这几天，今天可能比较凉冷，可是之后不是又开始热了吗？这种都是。下礼拜好像又会下雨了。今天差不多20到22度。有这个说法，其实我也有听过。但是应该是那种，你说很厚的外套，当然收起来。但我觉得那种。运动外套之类的有没有？对，然后那种棉外套那种的，那种还可以啊，那种还不需要收起来。但那种大衣啊、大外套那种，我就觉得真的要收起来，因为穿不到啊。你今天20度上下，我觉得还是一样穿不到啊。是不是？
下。首先呢，对，先到那个你天德公园直走哈，哎，然后中华路再右转。中华路右转，这边就可以直接右转了。你要到中华路再右转，你要出去就对了。哎，没有，这边吧。对对啊，他说错，这里直接过。因为你直走到那边，就是等于绕过来了。对，这边出去就和平西路了。对啊，中华路右转啊。这边是蒙甲大道啊。蒙甲大道是隔壁条。对啊。没有啦，我们说法是你直走就是沿着这条路大马路直走。对啊。对啊，但你是这样变绕一圈啊，那你从这边切过去就好了。对啊。没有啦，从这边过去，一直到中华路右转啊。没有说右转，没有，我说到中华路右转啊。中华路还跑一圈啊。没有，这还好啦。不会，意思一样是它，表达方式不同。对啦。对，我知道。都一样嘛，你也是说你要离职，我也听你讲了，大概快要十几年了，大家不都一样吗？边靠腰还是边要上班呢？对啊，就对啊。好像还 OK， 因为问他们就说快乐的，然后真的没有像台湾这么难。对，他觉得像他的那个大的，像我那个大的，他那个我哥那个大的，他就说他比较喜欢那边。加拿大，加拿大，听我同学讲说，除非你是退休的，或者去那边基本上没事做，就早了，不会没事情做。像我哥在那边，他就觉得他是开贸易公司啊，对他就是有很多东西，他觉得有可以发展，可是说像我们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做啊。也不会啦，其实像我们以前真的很久之前去的，比较早的那一代，像我朋友他爸妈也都还有事情做，也都找得到事情做。那不是那种洗牌子开餐厅的吗？没有，他还是有些就是想要前面右转。好，这边吗？对，好。其实真的要看小朋友因为现在有时候小朋友，他环境对他来的影响，其实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像前面那个红灯左转，无所谓，那就好了。因为没有比较过，那你们搬去日本看看啊。没有，我也没有在那边。其实我们，其实我那时候有想，可是我要在日本买房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可是现在，人类比加拿大还要。然后你闪黄灯先停一下，好不好？好的。我们上去拿个东西，我待会要去元气。需要蛋姐哦，开始。好。你看，刚刚母女在吵架，在打起来。你好说是你妈喝酒，不知道你家。别把它吹出来。你会不会吹出2条出来？嗯。好了，喝多久不理他就好了，一直在那边吵，烦死了。没有你在那利用我。他就会这样啊。喝酒了特别爱管理。待会直走，然后左转，然后再接回中华路走那个水源，接回中华路走水源，好，对，好，然后水源下师大路，对，下师大路，然后我要走，接着接和平东路了，接和平东路，它像是稍微快一点，但其实你待会直接中华路直接接和平东路也可以。我们要去那个吧？宜家啊？对啊，在那个和平东路啊。对啊。对，就下直接接和平东路也可以了，就三元街。走三元街。对，就待会左转嘛，然后到那个三元街右转，或者在和平东路右转都可以。然后就一直走到安和路左转。
大桥，就是上西班牙语啊。周有按我的那个照片站。我不晓得周有没有上，但是他们都是有播他喝酒的照片。对，就是说我不晓得周还没继续上，但是地方。就是还有继续上给你那个西班牙语，对，然后他其实一一开始他们一起上的吗？他其实跟一开始跟周是一样的内容，所以他们大概是一样的时间上西班牙语。然后现在呢？总之呢，后续周好像也没有上，然后大乔还是一直都有在上，他还蛮认真的上，他也是上西班牙语，因为他他应该蛮喜欢吧？对他来说是一个加分吧。嗯，总之他还是有在路上。他感觉，我觉得周现在的程度，可能如果假设跟大乔比起来的话，应该他没有大乔这么应该吧？他就上，他也是一个礼拜上一次，然后有时候又不去。对，他有不去，所以我觉得程度上来讲，大乔应该已经比较高了。应该吧？西班牙语，但其实我没有在然后其实在有时候我们吃饭，可能有时候就会用西班牙语对话，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可以不要用西班牙语对话。但他们也没有，不要笑。没电多电啊。那你就讲什么？其实之前有讲过类似，可以不要讲听不懂。哦，V 要变弱势了，他只有英文而已。我觉得，大家听得懂话就比较好。觉得。你知道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吗？就是把那个 iPhone 拿出来，直接按翻译就好。对。总之是，其实我那时候后来上过一下 V， 其实也比较少跟周，其实也比较少跟周虽然他的公司挂在他们，但他就是1年1次这样。其实也比较少跟他那其实你不在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呢，大乔只想约他想约的人，那所谓他想约的人就是不包含方胖胖，正常啊，他跟他又不熟。对，这我也理解，因为就不熟嘛，谁跟他不想约？他应该也没有，他跟 V 熟吗？他跟 V 也没有很熟。对，所以他就不想约方胖。可是我每次都在以为方胖胖，因为其实那个群组你知道吗？这不就是那个 V 把他拉进来的？对，他群组其实 V 跟方胖胖就比较熟啊，你要怎么办？就是本来 V 就把方胖胖拉进来，但我个人觉得他拉方胖进来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因为他其实跟方胖有很多生意上的纠葛，所以我觉得他拉方胖其实还蛮正常。正常啊，他们又熟啊，又很久以前。他每天其实都遇到，因为方胖每天几乎就进公司啦。他的公司是也挂在他那边吗？对，方胖公司也放他那边。然后其实 V 有一些产品是靠方卖出去的，没有进大陆。
正常啦，因为他互相拿东西啊。我也知道啊，你以前都是这样嘛。因为之前其实他的那个生意应该也受被影响到吧？然后以色列，对啊，第100分钟，其实生意可以支持他这么就是60%，对啊。以色列那现在应该现在他已经变0吧？也没有变零，哇，那么神奇。虽然战争，以色列很大，没有打到啊。在上升，但北部还是照。可是东西过得去。过得去。他就是比如说，还是可以的，你在现金可以见金的。你在台南、高雄战争，台北不关他的事。我懂啊，我了解啊，我理解。他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当然你在战争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可是他到处去使有时候领空上的那些，对啊，你不知道啊，你危险，你的风险变高啦。情况下，他就没有去出差。他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他是60%是靠以色列这个客户，然后就很挺他，我知道，我对，超爱吃，可是客户确实今年比较减少20%，好像是因为减少另外原因，是因为家族分裂。对，啊，反而还不是那个。对，然后因为里面好像也分家了。就分家啦，原本老爸，然后老爸就分家成哥哥弟弟这样类似，然后去年就是分家之后呢，另外一个分家之后呢，就去找其他的医生，所以他辛苦的这一块，但其实哦，那就看吧，等这阵子过后就是你吧。曾经一年赚500万，但你只要薪水付100万，你失足赚400万，现在你可能变赚300万，但你薪水还是要100万，你就觉得说。哎呀，没办法，他的那个生意遇到了那种。蛮惨，台湾现在都很惨。那这时候就是当老板跟当行的差别。算最大的客户，然后我同学在那边大概已经20-30年，但他是sales，然后他每次在说他老公然后他帮我问一下他，然后打电话可以帮我问一下，因为我那个，然后呢？之前地保台南，因为地保其实。也是家族企业，然后虽然我在同学，我还跟着来，但老板都还是老板。我说我是可以跟他稍微提一下，说你要是就一起出来吃饭。然后上礼拜我们其实有约，就同学有出场，然后我稍微跟他提一下，他就说不行。我只是一个形容，他说他只是一个，我知道。对。
了解。薪水的，然后他也不想让我这样做，因为假设真的出来吃个饭之后，反正你就跟 V 讲说你问了，他说没，他没办法。其实 V 知道是他这个人，我是先跟 V 聊，哦，他 V 知道这个人哦。他们就一起想打进地堡，因为好像是算比较大。所谓的 aftermarket 的车跟算就反正就是不是原厂的店，简单来讲，就是像算这是修补器啊。对修车灯，对，它是附件副厂的。叫 After。哦，真的来讲，答案就是副厂叫 aftermarket。然后呢，因为地保其实就是做这个起家的。然后那天我就问我同学，你知道这间公司？他知道吗？知道啊，哦，这个哦，我知道，这个老板其实跟我还蛮好，是我酒友，他是在一起买的，说对啊，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约那这样讲起来是认识的。认识，就是 V 其实也跟我 V 一直跟我，他知道这个人，哦。就是他知道我这个同学，他有听过，然后他也在那个没有弄，但是他说，他也跟我讲说，好像就是一直打不进去，我就说，其实因为我记得之前有跟我同学讲说，也很难啊，然后我就说，其实还蛮难的，因为我之前跟他聊过，因为我之前做 PPS 的时候，我有问过他们，因为有些他们除了车灯以外，还有其他的那些零件，就是说，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家的？他其实也拒绝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这样，所以他就说理解了。对，他那时候其实很早，我大概10年前，来个把戏。对，因为我把戏。应该是。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模拟，他们不是自己去射出成绩，他就是买别人，他就是贸易商，对不对？对，他基本上就是贸易商，那因为他公司大，因为他可以去买这些东西，然后去卖给你需要的。然后当时我在做 PPS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也跟他聊，你要不要来帮我搞一下？他也没办法签到那么远。应该是要找他的供应商。对啊。他们可以卖，但是他说他们老板也没有这个习惯。像他们老板就是说，反正你OEM 厂就交给我 OK 的东西，我给你原厂的规格，你只要 follow 这个规格，你要我们就好。对啊。他也不需要去管他们那个导进去的成本什么的。我也只是那个领薪水，然后因为现在这个公司也变成是二代那个想法更不想做。不是，你知道二代的想法，我只能说二代有点天马行空，正常。看你的产品，他们现在这个产品的二代就是说，可能说我赚了，我有钱就好了。我们现在其实原料就是二代呢，
有些都想要炒作，不同的乐器，就终于觉得快知道自己哦，我可能觉得终于觉得还有招致热带的想法，可是问题是热带的想法能不能想了很多，但实际上是可以变成现实。待会可以在敦化南路左转。有时候难就是难在这里。林小姐跟我讲，他跟我讲说，你有假设中科用互换的方式去分工资的话，假设用一个业务sales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也比较思考一下。我是业务嘛，但我业务我要做长业务，毕竟他是老板，他说了算。过了园区，过去啊，前面在旁边那个，哦，再下一个，对。我这个停车场，这边前面有人。他们公司都已经换位置换成脑袋了。但是他换的这个脑袋已经换很久了。对啊，是你们没有发现而已吧？其实，然后右转之后马上停就可以了，右转靠旁边停就可以了。林小姐反而还觉得她还在。我觉得是林小姐没有，林小姐自己没有想到。你当初是什么角色进去的？林小姐还是觉得她很想帮她。对，旁边停就可以了。好。林小姐觉得她想。没有，我给他就好。你给他就好。没事。妈咪可能没有在。你差20是？我有。你给他300啊？对。OK。好，谢谢啊。是。谢谢哦，谢谢小西哥。昨天听英文歌，你们不点英文歌，现在苦点英文歌是对的。等我一下，英文歌真的要等我一下，不然我真的视力不是很好，看近的，对，会有点吃力。唱歌目前很好啊。对，点英文歌要真的要给我一点时间，对，好不好？因为安全还是比较重要，所以我一定要安全的时候我才可以按。哎，下方下午好啊。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you're holding mine.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 but you heard it.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Well, I found a woman stronger than anyone I know. She shares my dreams. I hope that someday I'll share her home. I found a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are still 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st all odds. I know we'll be alright this time. Darling, just hold my hand. Be my girl, be your man. I see my future in your eyes.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换一个小号还是大号，还是点翁立友的歌啊？是不是？ When I saw you in that dress, 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哎呦呀！ into our favorite song. I have faith in what I see. Now I know I have made 但萧亚轩最近有出专辑吗？好像也没有，很久了吧。 She looks perfect. I don't deserve it.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是啊，要我赚。这看应该看得出来啊。5年前哦，最起码打声招呼嘛，是不是？大家好，我是 Only You。
难道只有 Only 有可以点吗？没有别人的吗？好听是好听的。但每天点都会觉得，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说。在用什么吊车之类的，就这样插队，很爽。一定要插队，排队不行。东区本园，今天可能比较冷的关系，没什么人了。拜啦，下风小心啊！真的有下雨。哦哟嘞，哟哟嘞。
UAG 掉漆了。你说前面那台哦？这首歌有国语版的、啊。小心哦！你好。真北极啊！好。你说叫什么名字？真北平。真北平哦，哦好。宁波东街那边啊？对对对。嗯，好的。宁波东街。对，我知道。
喂，民国东街1号了哈。我现在坐电车从那个东西诊所东西医院这过去了啊，马上就到。啊，我去拿药啊，我去拿药啊。他妈的，礼拜六有啊，因为我最喜欢礼拜六啊。礼拜六的时间，他从3点钟到5点钟，我每次都看那个时候，就拿药。好，到这里。
回转，没有啊，这右转再右转啊，可以的，这边可以的。这边可以啊。那前面它进去，但是回转是我们左转叫做回转，对，我是右转，可以右转，你懂吗？哎，所谓回转的意思是说你不可以回转，回转是左回转，右转是可以，哎，它有一个箭头，有没有？它是这样子画的嘛？对，是从左边到右边的，对，所以这样子是合法的啦，你不可以这样子转的，对，不可以左转，也不可以回转，对，但是我是右转再右转就可以，我一般开这种就是开到那一边去，那再哦，没有了，不用绕那么远了，这样子 OK 了，这样子是可以的。一般你应该是从那边转进去，然后从那边再出来嘛。对。对啊，不用啊，这边就可以转了。对。这边比较快啊，没有人的时候比较快。是你把它整理的噻，你把它整遍了噻。没有啊，可以选的啊，可以选的。对啊，你选的嘛啊。对啊。哦，那你一南腔北调，哎，南腔北调，台语歌、英语、外通通都有呢。跳痛的。很厉害。你会讲广东话吗？我稍微听得懂，慢一点。但现在，香港人都讲太快我听不懂，要慢慢的讲，我就稍微可以听得懂意思啦。对。唱歌学也很快啊。对，唱歌学比较快。
又下雨了。对啊，今天比较凉啊。这一波可能是最后一波最凉的一波。再来个天气。没有啊，这没有什么捷径的。哎，里面就是那里面走的我只是不想绕大外面的。有些人会绕那个什么罗斯福路上面的，对啊。因为他这个林波东1号有人不太会走。哦，他就在那边转角嘛。对啊。我们也不要说，就是在旁边十字路口就好，也比较不用绕到外面这么远去。以前有中华商场，你知道吗？我知道，对啊。以前在中路的中华商场。这家就是当时的中华商场。哦。黄大洲都是把中华商场全部拆掉了。那个时候我应该不在台北。那你还小。我也不小了。我们就在这个转角，好不好？对，这样子就不用绕到外面去，也比较对。好，谢谢你，谢谢。没有，我都尽量帮乘客省一点钱呢，因为你知道外面，对，虽然是到他的大门口，可是你必须要绕罗斯福路整个外围，出去到外面，然后再切进来这样。那你从这边切过来的话，虽然也可以到，可是它就是在对面，对啊，就在对面，可是你却省了一些路程呢，跟红绿灯，所以
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有些人说啊，你开车就是要赚钱啊，你当然是，对不对？绕那边也合理，也不算整个绕路，只是刚好到他的大门口，因为是单行道嘛。对啊，我也不知道。对，下雨，外面下雨，下雨了。呀，下午好。所以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照正常的话，应该是刚刚我们在金山应该走到应该走到罗斯福路，然后再转到刚刚那一条，然后再右转宁波东街，这是正常流程。但我从金华街切过来，也是少掉那一段路，对，也少掉几个红绿灯。客人一定可以接受的啦，你帮他省钱，怎么不可以接受？帮他省钱，他一定可以接受的。那边的什么传播委员会那边真的很奇怪，我每次经过那边都会信号整个被咬死。现在应该好了吧？现在还有卡吗？因为我每次经过那个地方，就一定会卡住，很奇怪。上次也是这样。那边真的是很奇怪的地方。画面正常，声音呢？我那边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点呢。
杭州跟仁爱路口那个有什么交通部什么传播什么什么委员会什么什么。定一下哈。讲电话的声音，对啊，刚才讲电话，刚才在跟我哥讲电话。等一下播到哪里？等我一下，等一下看一下。
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我为你生。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天。我期待的不是月，而是和你的遇见。我期待烟火满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我期待的不是一句抱歉。号码变作未知断了线，有人经过后注定失联。玻璃窗写着情缘，被梦境某房间后冬夜的雪吹来就消失不见。离别像天亮不知不觉，屋檐比黄花更像再见。一个人新同学吗？你好，张晨宇是不是？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天。我期待的不是月，而是和你的遇见。我期待烟花满天，我可以丫丫应该是太超了。我期待的不是一句抱歉，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天。我期待的不是风，而是归根的落叶。我期待让白的头，我和你相拥走很远很远，不顾一切的爱永不会变。感冒多休息啊。还是以毒攻毒比较快。我感冒都是以毒攻毒，就是继续上工，对，继续工作，以毒攻毒。你像白月陪伴我失眠，我是被不存在的想念。一个人坠入冬天，孤独一无就算满天的雪，不及再看你一眼。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天。我期待的不是月，而是和你的遇见。我期待烟花满天，我可以。还有 BMW， 你又改名字又改回来是不是？下午好啊。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天。我期待的不是风，而是归根的落叶。我期待让白的头，我和你相拥走很远很远，不顾一切的爱永不会变。挥挥手，手挥挥。快哦，小心哦。好。11巷2号。好。问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相知相處相拖欠，緣緣分分我已覺無聊，不想愛得隨便。好笑天涯無路人，在這傷心這天高山痛後，也許不必知道我是誰，無謂令你又醉流淚。相逢何必曾相識，在這一息間相遇有情濃，也許不必知道我是誰，無謂令你再
我
茶会。那我今天去的话，没有收益。
我应该安慰你们，还是我应该恭喜你们？出来是哪？没有很意外，我觉得他分手比较始終別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價。誰都知得那雙手靠擁抱亦難任你擁有，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流遊，為何好是淚流？誰能憑愛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到假設是來自你虛構？試管你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塵硬化像石頭，隨緣地拋下便逃走。我絕不罕有，往街裏繞過一晝。好，我從那邊上去哦。好的。是不如說穿子，感苦與發癲，這種姿態可會更心酸？望在汽車裏取暖，應該怎麼規勸？怎麼可以將手腕扭斷劃損？到底誰算短？失戀只有更短，歸家需要幾理由？誰能預算？忘掉我不理恩怨。開了記住，當天只有一早比一世遙遠。誰都知道謝謝。難任你擁有，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遊，為何為好事淚流？誰能憑愛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A9側門哦。这边我有点，你可以，你要走哪边？跟我说。对，走松字过去，那边右转就可以。这边可以走。看你啊，看你。好，所以走左边。对，左边，然后走到松寿，左边出去到右转，右转出去到松仁左转松寿。好，松寿到松字那边再右转。可以举到那个侧。明天早上还要补课。今天早上阴天了，今天早上是阴天。明天你要穿你黑色的衣服去跳舞还是绿色？
什么歌？童话。我要听，我不知道。我要听，我不知道。你怎么说？高山青。我会唱。高山青。期待的不是雪，不是雪，我期待的那你期待的是什么？没有听过。可是这首歌不是也很老了？期待的是雪。不是雪，而是阳。冬天，下的不是月，是雨天。我掐电话每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我期待的不是一句抱歉。应该基本上应该都要喜欢比赛一三两斤。小同学，对对对对。这个可以这样。还可以这种。
可能是停在不是啊，他也不能停在车道上面。是啊，这是人家的马路嘞。人不在吗？有没有人不晓得？没有车吗？没有，他也不能给他卡在路。有的人就不他有讲语。他应该有在车上面吧？还有一个不是，可能坏了。对啊，他有在嘛？哦不是没有在啊怎。么这样子？这样呢？对啊，他整条路都给他 block 起来。对呀，怎么这样？那路他家开的，啊，大哥睡着了。不是他他们绝对不马上中开对他在这里睡。可能是休息吧。还好没开车。搭那么多次喇叭，我停在哪边你方便呢？好好，要不然旁边比较好。好，不好意思，不会。好，谢谢。来，好，谢谢。谢谢。小心小心。没有，一定是有人，这是故意的吧？不是啊，你要停没有关系，你不要影响到其他人。我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你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刚刚 S1前面计程车那个招呼站，一台车都没有。没有，你停在红线上，你说这边哦，可能临停要等个人哦，我相信绝对会有司机嘛，要等老板嘛，对，我相信你有，可是你不可以影响到其他人啊。你停在红线上，我也不介意。但是你不要影响到别人嘛，对不对？你要临停，随便你去临停啊，因为一定有临停的需求啦。我相信在这个区域，你要临停真的很困难，有这个临停的需求是没有错。可是再怎么样都不可以影响到其他人，对吧？你临停，后面叭一声，你就应该要动了啊，你不是都不动啊？是不是？这样，哦，变红灯了，哼，没啊，前面挡住了，前面那个交警啊，不让我们直走，然后，对，然后又变红灯。
叫脸皮不厚也不薄。不是啦，我觉得其实也不能怪他，只是重点就是你不要对占据人家整个车道啊。你去旁边，像刚才后面他移到那个位置，我觉得 OK 啊。你至少我直走还是可以直走，对不对？那你停在刚刚第一个位置那个就不好了。还有女人穿无袖的嘞，是袂冷的哦，就是爱水唔惊流鼻水就对啊。没有，我要出去了，我不要在这边了，这边车多的要命，我想要绕出去了。叫小黄哦，我不知道哎，我会让很关起来咯。这里车真的假日很多了。对，我没有载到这边，我也不会专程开过来。这假日真的是一位难求，然后每个人都是每一台车在那边绕，车子超多的。信义商圈到了，对，要下车看电影、逛街的。吃东西的好不好？对，请紧速下车哦。对，本车要开走了，不要在信义区这边的。这边车太多了。我的车号55688。这个我前面这台车左移右移，左移右移，那它到底要有右边还是要左边呢？觉得它左转。好的。这东西就是这样，有缘就载得到，没有缘分怎么叫车也叫不到。我前面那台0727啊，
我有一台5600插进来。0727这个号码不错，对，跟我的生日有点接近。闯红灯了，抓他了！5600。好像又没有雨了哈，因为这个红绿灯太久了。对，但是我还是要遵守一下交通规则，不然它真的很久了，这个红绿灯很久。不用记我车牌，记我车牌干嘛？我车牌号码378。哎呦呀，呀，你在亏他了。哎，你在删留言，你怎么没有把在上面那个删掉？还有一排啊，你不是还有一排吗？若望天就随时再见。
足多怨念，又何必在情路里有恋？命中龙山榴莲。是咱的，爱多少就一段良缘。还有一排啊，你往上山的话，对啊，你看一个榴莲没有山啊。莫白目来这次结缘，有缘无缘，这一切随缘，万事拢放乎自然。西门町，我们一早才从卧头那边嘛，对啊，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我忘记了。我今天有经过西门町啊，好像没有，对，本来要经过，后来就没有。没有啊，新一区已经很多人了，只是那边塞到一个爆炸，你要不要过？你上面就有一排，你现在要点重复的东西啊，到底是要点哪一首啦？上面不是已经点了？ Hey girl，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新座位？如果没有，其实我交朋友特别会，在你的身边，从此就多了一位陪你闹、陪你笑的绝配。不用老师教我自我介绍，早就点亮我身班上街道，还没记得自己的学号，我们已经记得彼此的绰号。可能你还没准备好，一个人有点苦恼，只有一个微笑，我们开始有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想问你球鞋是哪里买，我们有着相同的情怀，却不用说出来。有些事情现在还不明白，对于未来又迷茫又期待，不用想得太复杂，让自信把每一个记载。Hey girl，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新座位？如果没有，其实我交朋友特别会，在你的身边，从此就多了一位陪你闹、陪你笑的绝配。偷偷为了自己列一张目标清单，统统都是为了长大时不留遗憾，对自己喜欢的事拿时间交换。哦，靠自己的力量拿到答案，我想我已经准备好，踏上旅途去寻找。过程出乎意料，最后我基本上只要是正常，我就会播了。对，你不要太扯。虽然我很圈圈叉叉，我还是得播。有些事情现在还不明白，对于未来又迷茫又期待。宾士红牌跑得回来有险吗？跑是已经跑得回来啊，怎么会跑不回来？赚多赚少而已，看你还是要看你跑的时间的。新座位，统统都是为了让你发现我是谁。对自己喜欢的人拿时间交换，哦，靠自己的力量拿到答案。我想你已经准备好，对，照正常流程来就好了。过程出乎意料，最后抵达目标。想和你的微笑一起抵达目标。挥挥手，手挥挥。你好，小心。复兴南路一段103号，就等一下到复兴南路右转。好，谢谢。不会。楼上有钱吗？然后帮你修鞋那一双要400块，再回家再修。那你跟我讲说叫你把它用缝起来，然后再多加钱。真的吗？我这样子要那个。一双是700。
对嘛？这旁边，好，谢谢，小心，拜拜。看谁快乐。好，换，对，换。它有2个版本的，一个是最新的，也没有到最新，2年前，一个4年前。都可以，好。我跟你讲啊，今天很多人叫 Uber 都很贵啦，对，很贵。刚刚再去那个信义区那个2个女的有没有去一栋豪宅里面，对他们也是在讲说他们看叫 Uber 300多块啊。对，刚刚我开去那边也不到300块。乖乖念书是不是？哎，如果啦假设啦，假使啦，对，假使我给510扳手，你们2个看谁进言谁比较快，好不好？哎，这边下午好，晚上好。看谁进谁比较快，对。那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大哥，你要转哪边？哎，没了，这么短了，这么短了，等我一下。
离开故乡归路东，我知未来不是梦，不管我两杯，予人看笑话，不管你伤春偌多，认真打拼的决心，成功的证明，莫拢我做人讲用仔话，不惊坎坷路海过。没位置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下一间百货公司哪里会有位置？不是啊，我怎么卡在这边呢？不是啊，你只有一排啊，你怎么可以那么多都给人家卡住呢？占据了。你们知道扳手有分小扳手跟大扳手？扳手是有区分的哦。叫我往右转，我就往右转，我又不是笨蛋，是不是？叫我往右转，我就往右转了。进去我就出不来了哦。SK2。对对对，哎，BMW，我们看看就好，我们观望就好。对，大扳手可以删小扳手，扳手有分的哦。怎么看？你们现在看不出来？对，因为目前还没有给过大扳手。但是给了你们也是看不出来，对，他可以案例，对，无意间杀人于无形，对，你到时候你被砍掉，你也不晓得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我明明不是扳手吗？我为什么被砍掉？哦。对，大扳手可以杀人于无形，就是你明明是扳手，你也莫名其妙，哎，为什么？对，为什么我会被砍掉？对，那时候就是知道谁是大扳手。但目前还没有啦，好不好？对，以后等。
要给510扳手的时候，就会有大扳手出现。我不是扳手，我是频道主，所以我可以编任何人，对，但是我也没有编过吧。但是还是可以指定人家为大扳手，对，可以指定。但它这具有最高权限哦。对，然后你就觉得，我明明是扳手啊，为什么我打字的时候，会被人家禁言？我会打字都打不出去。对，这时候就会有大扳手出现。叫车打开 APP 叫车啊。对，目前还不需要了，目前还不需要。目前小扳手就很好用了啦，很好用了。对，目前给丫丫小扳手，我就觉得很好用，不然哦，对，你会被他气死。一定会打嗝啊！你怎么可能？只要身为人就会打嗝啊！只要你是人，你就会打嗝吧？我是人，好不好？我是人，所以会打嗝，会放屁。有一个冲动。
灯哎，大哥。一个无人的海边，海涌来来又去去，有太多的记忆，快乐悲伤小客气。他因无心对，沿着海岸涌落去。谁知影你伫倒位？特别寒冷的冬天。尝到一杯乌咖啡，想体会为什么你会这爱这个你？苦苦的咖啡，透出幸福的香味。饮了这全世可拢无甜。一条线了，我又进来了，我又出去了，我又进来了。一年，自以是有偌甜，痛苦有偌甜。问我多想你，问我剩偌济勇气，在风中雨中一日归，我一日归。咱做阵彼一年，咱做阵彼一年，我好。感情被浪费，你愿通家己，无人机是往上跑。海吹，你讲过，咱有爱过也可以。
那个小茂，我给你一个任务，你在吗？那个喵喵510喵喵。不在啊，在还在哦。When we heed a certain call, when the world must come together as one. 然后不在那就没办法咯。It's time to lend a hand to life,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 We can go on, returning day by day. There's a moment somewhere soon we could change. We are a part of God's great big family, and the truth, you know, love is all we need. 哎，时间到了，那手机还给我哦。是这样子吗？对，没有啊，我本来是想说给他一个任务了，对，给他一个任务就是哦，他如果可以连续1个月，他如果可以连续1个月来我们板上报道的话，我就给他扳手。但是他不在，算了。他出现大概都是这个时间点吧，傍晚这个时间点。哎呦，好笑。对，现在去吃饭了，不能滑手机了。加法是哦，跪算盘哦。不过百货公司现在真的是停车场应该是一位难求了。对啊，你看这几个信义区这几个百货公司不就是客满了没有？大家都要等停车位啊。老地方显示错误，我不知道啊，那时候有可能 YT 怪怪的，有些字打不出来。真的很难停车啊！对啊，现在就是停，不然就停远远的，有没有？然后再坐个计程车。我之前也经常遇到这种，就停一个有点距离的位置，比较便宜的位置，可能找个便宜的停车场停吧，然后再那个。
后再坐车过去这样。现在这个时候，信义区很多人呢，很多人是去吃饭的啊。应该没有，我没有设定什么字是打不出来的。对啊，有时候可能是 YT 自己的问题。想你的时候，像掉进一个黑洞。对啊，没有设定什么字的，但是有一些辱骂式的言论，他会他要求版手级以上的去审核一下，看是要显示还是隐藏这样子。你伤心的眼头让我慢慢失控，慢慢失控。拥抱的时候，却得到一场落空。吹进心的风，是无情的嘲弄。笑与哭不同，就算再痛也看不透。你无言的嘴角让我慢慢冲动，慢慢冲动，冲动。我的手在发抖，爱情路是那么陡，走了好久没尽头，你选择留，我选择走。冲动，我的心在颤抖，怎么和时间波动？虽然还是被捉弄，爱你的冲动，心甘情愿被你玩弄。想你的时候，像掉进一个黑洞，看不见天日，像寒雪般冰冻。爱不舍你伤心的念头，让失控。拥抱的时候，却得到一场。